外这方面要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夫人李家军下早转去后头厝婚姻馆参加妇女后晚会成立大会，将台中市市长吴志强的夫人邵晓玲嘛陪参加。李家军讲韩国瑜行到大来选总统，伊嘛想无。针对到这个韩国瑜提出大学生研究生优下1年引起争议，韩国瑜的解释，顶嘛李家军嘛替伊来讲。这边。其实是足意外啦吼，一路行来，我嘛唔知影讲今日徛伫遮向各位来拜托，阮先生要选总统，我感觉啦讲到安尼，我感觉足奇怪。我甲阮查某囝讲，我自细汉互叫的名吼，敢若无一站安尼时间遮尔长啊吼。啊，我感觉嘛是足好耍的，就是讲这段时间，不管是媒体还是电视上，足多，我感觉是不管是学老的还是甲阮两个翁仔某足避的吼，我讲。奇怪呢，规工在红念名，就奇怪哦。我感觉那名一直反复被叫，我觉得很奇怪哦。但是我感觉我是安尼哦，我感觉咱是自细汉伫咧庄脚大汉的，所以我曾经嘛捌甲咱真侪关心农业的朋友讲，我甲因讲吼，可能台湾有史以来吼，无一个总统对农业关的代志会这么关心。阮细汉爸爸妈妈定甲讲一句话，我无啥物读册。我所有的艰苦打拼，都是希望互恁加读一寡册。所以我的先生嘛是安尼。我会讲我婆婆是一个非常单纯，因一个非常单纯的公务人员的家庭，但是因勤勤俭俭6个囡仔，就是甲因饲大汉，希望因大汉好好啊读册。阮先生甲我讲，伊讲我若无读大学，无读研究所，我可能无今仔日。所以为虾米伊会感觉，大家会感觉讲伊哪会遮重视囡仔的教育？所以最近才会提出讲，希望咱的囡仔会当走上国际化，希望咱的囡仔毋是讲你厝里爱非常有钱，就算你咧台湾上读书，你嘛有机会将来有一档的机会有通出国。我就想到阮先生较早，伊讲伊大学的时阵，甲研究所，伊参加过救国团2种海外的工会。当初时救国团有一个海外青访团，海外青访团对大学甲研究所内底去提拔所有优秀的这个大专的青年，只要你英语好，只要你有思想，你的言论有思想，你有真大的机会有通出国访问，所以就代表台湾访问日本、访问沙特阿拉伯。伊讲你知影无？几10年前，伫咧阮兜这么散，伊有通这个机会通访问，对伊来讲，伊是大大的开眼界。所以伊家己个人行过来的路，伊嘛希望讲有通互下地囡仔有这个。